用 AI 點燃希望，拯救心靈的黑暗。在這個看似繁華的世界裏，有一片被陰影籠罩的角落，抑鬱症正悄然侵蝕住無數人的內心。全球有3.5億人口飽受抑鬱症的折磨，而中國就有1億人深陷其中。這是一場無聲的戰爭，一場心靈的苦戰。然而就在這樣的困境中，我們看到了一線曙光。在抖音上，那些精神科醫生、心理學家和網紅們，他們用 AI 生成的短視頻，如同一束束溫暖的光，穿透了黑暗，傳遞住正能量。他們的視頻已經獲得了超過10億的流量，這意味住有超過10億的目光被吸引，有超過10億的心靈被觸動。他們用專業知識和熱情，為那些迷失在抑鬱深淵中的人們點亮了前行的路。內地的先行者們已經用行動證明了 AI 短視頻可以成為改變世界的強大武器。那麼作為香港人，我們是不是也應該勇敢地站出來，用同樣的方式去拯救這個世界呢？想象一下，當一個潛在的抑鬱症患者，甚至他自己都不知道自己的內心已經滿了陰霾，而身邊的人也毫無察覺，他們就像在黑暗中迷失的女人，找不到出口，而情況卻在不斷惡化。他們需要的可能只是一個溫暖的擁抱，一句鼓勵的話語，或者一段能夠觸動心靈的視頻。如果我們可以組織起一群志同道合的人，那些懷揣住內心愛心和決心的人，我們可以匯聚成一股強大的力量，就像復仇者聯盟中的英雄們一樣，用 AI 短視頻去拯救這個世界。我們用 AI 改變自己的認知和思維，用一部手機、一隻手指就能傳遞出無盡的溫暖和力量。我們不是超人，但我們有愛和勇氣。我們不需要超能力，只需要一顆願意幫助他人的心。讓我們行動起來吧！讓我們用 AI 短視頻去傳播正能量，去拯救那些在黑暗中掙扎的靈魂。我們可以用粵語的溫暖，用香港的特色去製作那些能夠觸動人心的視頻。我們可以用我們的智慧和熱情去幫助那些需要幫助的人。我們不需要等待奇蹟，因為我們自己就是奇蹟的創造者。只要我們團結起來，沒有什麼是不可能的。讓我們一起用 AI 改變世界，用愛拯救心靈。讓我們一起成為這個世界上最溫暖的力量。